施先生嘛，施先生哦。你啊。那个我派出所的警察。你知道什么事情了？好不好？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哈。你不要想太多哈。我们都是警察哈。好了。我们到路旁边，我们等下我给你看。我们到路旁边。我用我迄个啥，我甲囡仔讲，交代代志。嘿啦，恁家囝无要紧啦，嘿啦，无要紧啦，拢无啦。对了，就你啊。用手动的，看前面哈，看前面。没事，好，走进去。阿姨，我跟你讲，你通缉通很久了，我要带你回去了。遇到了，你通缉通很久了，不要跟我讲那些有的没的，我们都已经查好才会过来的，不然不会这样找你。第一个打扰。是高阿姨。你那个毒品通缉通很久，通10几年了。遇到了。阿姨，好不好？我给你面子。不要大声张扬，要配合我就好了，好不好？老公现在在家。没有。他去哪里？我不知道。咱拿人客安尼入去就好啊。阮等下拢爱对你行吼，入去内底阮嘛是爱对你吼。你互恁查某囝知影者。对啊，你知啊，拄啊，讲阮某遐久无转来，我就出来去找你就静静的就好，不要去打扰他。我找我的药啊。没关系。好，没你带着没关系，你自己需要用到你就带着。这个对啊，我。差点呢，我行，是吧？我。本分局昨日16时许，在桃园区永安路查获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案通缉犯夫妻档。夫妻档因为到案执行遭法院通缉在案多年。逮捕过程中，这妻子先谎报亲友的身份证辩称警方寻错人。经警方与警用行动电脑进行人脸辨识进行查询，识破其谎言。本案将该名夫妻档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中经分局表示本分局持续加强查缉毒品犯罪等不法形式以净化社会治安。